罗里亚爸爸兄 Hello， 你是？我是囡仔上爱球，是安怎？你敢无看过球池？囡仔上爱跳入去，足侪塑胶球的球池耍啊！好，也毋过嘛，足侪囡仔甲伊教我耍啊，甲我投入去那坑内底，嘿，足好耍的哦。是啥物啥？这是哦，这敢是一种球？啊，毋过伊叫做啥物咧？无咱去找人问看卖好啊。大家好，欢迎来到罗里亚爸爸兄，我是阿金妈咪。今日阮来拜访咱的好朋友妮妮姐姐安魂。大家好，我是安魂。安魂是剧场的工作者，伊是编剧、导演、有演员，而且伊佫有一个足特殊的才华哦。锵锵锵锵，好啦摕出来啊！我以后后加几，这是无因为我感觉后加几这个代志是足侪人拢会晓的。妮妮姐姐后的加几吼，足厉害的。无是你无去想，我足久以前捌伫咧专业咧后加几的所在做事。所以讲，我知影真正真是甲这鸡龟啊，算甲足专业、是啥物模样？好，所以鸡龟伫倒位咧？哦，鸡龟伫遮，你知影是安怎？鸡龟啊，爱叫做鸡龟无？有啊。鸡龟应该是鸡啊，身躯内底一个部分吧？这鸡龟啊，就亲像。鸡身躯内底有一个部分，伊就是伊食物件的时阵，伊就会膨起来安尼。啊，你看哦，这鸡龟啊本来扁扁嘛，扁扁薄薄的模样，你爱甲伊起气灌入去内底，啊，伊就会豆豆啊变大粒。其实就甲迄鸡咧食物件的时阵，伊身躯内底迄个部分叫鸡龟，伊会豆豆啊膨起来是共款。你有啥物？介意的物件是你最近有看到，甲长长的线有关系的，你会使甲我讲，我看卖有可能做出来无？哇，我有看过电视，伊咧讲一种动物活伫海内底，啊，伊从来袂离开伊的迄个坑，安尼卵出来长长的，那蛇迄种的，嘿，就是花粉膜。啊，我甲你讲哦，因为这花粉膜的头啊，迄无喙嘛，伊就是一个那蛇形嘛，伊无一个空，是不是？所以讲，若是用鸡龟来做啊，你就要甲伊拍甲满，安尼伊才会有这个所在通用。所以大家来试看卖。有人卖，哇，我看袂到。足长的，你去倒位啊？要袂要袂哦？小等下无紧。好，安尼咱来试。我看一下。哇！因为妮妮姐姐足久无耍鸡龟啊。我感觉这爱做勇敢的。做勇敢无啊，这足麻烦的，就是你要练一个物件，你要开足个时间。安尼就是当弯弯，嘿，安尼弯弯翘翘。好，安尼刷落来就是爱互伊有画目睭，伊的目睭，啊，伊目睭其就足简单，哎呦啊，足简单。一点，一点，好。哦，足够多的。爸爸想敢若有话要讲。阿金、妮妮，请用鸡龟啊完成一个你介意的物件。我介意的物件嘛足侪。若是讲动物，我介意狗啊。狗啊。哦好，按无咱来做一只狗啊。好啊。哈？
伤紧啊！无，我开一寡时间，无安尼好啊。你若是有介意即款狗啊，安尼咱来熬一只较简单的，啊嘛古锥的狗啊。好，无这来试看足觅。复杂。好，安尼就开始。好，免拍伤长，差不多安尼就会使啊。好啊，会使。对，你会使放一寡气，安尼，搁甲伊放起来。哇，这拍甲是我感觉上困难的所在来。好，会使对哟。会使，好啊。好啊，刷落来，甲你的，你加几下会注意你的尾流莫触伫咧涂骹无伊会破去。好啊，刷落来，凹一个圆，好。啊，无你爱看我的手，像安尼凹一个圆，凹一啊，这爱安尼扭的，你先会用着，一支手爱安尼凹的。好，我互你看觅，我小等要安怎做，你会使家己用你的方法做。好。小等就是安尼，刷落来，甲这粒球变做一个，咱讲这是形的形啊的角，好哦。就是甲这个所在，甲这个所在想办法放做伙，啊，甲凹起来。啊，你拄则毋是讲足简单？就简单，这上困难吗？第一步我就开始，这是上困难的所在。加油！啊，我来斗三工好啊，你放弃啊？来，安尼，无你安尼好啊，我安尼，你来甲我斗阵好无？好，好，你来阵，嘿，好，安尼，好，袂歹哦。好爽来，另外一个动作，你爱甲这中央的气，甲伊地较轻松，莫足甜，无小等伊就足紧，有可能会破去。好，安咱轻轻安尼，咧，啊刷落来，凹过去，差不多安尼大嘿会使。像安尼，镜头放伫中，甲你头拄仔即个拍角的所在，甲后壁，啊先看哦，安尼，安就结束。加油！这安尼像安尼垫落去，安尼啊刷落来，你要安尼的时阵，你遮就爱挖落来，安尼你知遮较有所在，互伊出去，安尼就会变软啊，啊变软了后，你再家己安尼，好啊，这来，嘿，对，嘿，唔对，安尼做较足好了。真是袂歹，花写过一个，拢毋是我做。啊，即马咱要做迄狗仔两个脆配啊，免伤大，就是安尼凹过来，变做安尼啊，变一个 U， 喂，哪甜哪外咧，啊，互伊入去内底。头拄安尼脆配敢若一个嘛，无爱个一模一样第二个，所以讲。来安尼，甲头拄一模一样的动作，好，咱过来一摆，啊，甲伊放伫中央，刷落来咧，做刷了后，就甲伊的脆皮放互好势，放两边，小等就是爱做目睭啊。你在这？啊，我感觉我今仔日可能无法度完成这个。好，大家若是放弃嘛，无要紧，因为做人嘛，毋是免每一项物件拢爱会晓。这是你这的才华，无，不是我我有开时间，我有开时间咧学。我即马嘛做甲较早有可能嘛无共款啦，嘿啊，就是。好啊，即马我要来做伊的目睭啊。
你倒摕好。好，这是伊的头啊，刷来我要做伊的身躯，伊的身躯就简单的，我不对。就是讲好，我即摆要互伊短短的骹，短短的身躯，短短的骹，伊的尻川有一个尾溜，好，安尼。我先做伊片仔好啊，好片仔。因为做这种做法都是有好有歹啦，就是我即摆想要互伊的目睭甲伊的片仔会足清楚的，所以讲会足大粒的。也毋过好，你敢有介意，也是用平用话，你介意较介意，就是看你家己啊。哎呀 ，sorry， 好哦。小娜，我要做伊的鱼仔。好，我来做伊鱼仔。所以拢有足侪无共款的做法。有啊，嘛有足侪无共款的 size， 就看你想要做安怎的鸡龟啊。嘛有足侪人用无共款的 size 做无共款的作品。我感觉就是看你的家己的风格，你想要安怎？做这无啥物标准的答案，就是家己安怎想安怎做。好，安尼亲像烟枪。对啊，就像烟枪，而且就水的，就水的烟枪。好，我先来丢几个。哦，爱倒片。安尼要完成啊！对啊，我是不是爱替你做一只另外一个小水的，好无？
好，跟我的鸡龟完成啊！我的狗仔是妮妮姐姐帮我做的，因为足困难的，每一个工课拢有伊的专业。虽然讲嘛，毋是做即道做足久的，也毋过就亲像头拄仔咧讲的，我感觉每一道每一个无共款的专业拢有足侪外口的人看袂出来的辛苦，啊，佮有伊开的时间，佮有伊家己心肝来做想要做好的代志。我感觉足对家己的要求。对，我感觉足侪物件是外口，毋是即个专业的人做歹想象的。感谢你今日分享这，互阮知影，这是无简单的代志。是。好，今日的乐利亚爸爸秀就到这，咱后摆见面咯。再会。鸡龟啊，狗啊，沙麻